嗱，點解 root beer 汽水會被稱之為啤酒嘅呢？嗱，首先原本嘅 root beer 真係由樹木嘅根部 root 同埋樹皮加上香料同埋草藥釀製，係北美洲印第安人嘅山草藥嚟嘅。之後被過到嚟美洲嘅歐洲移民改良，兼且特定使用埋黃樟樹嘅樹根同埋樹皮嚟到確立咗現代 root beer 嘅呢種味道。嗱，由於以前係利用發酵技術去釀製呢種 root beer，因此過程當中會產生微量嘅酒精。嗱，雖然會好似普通啤酒嘅酒精咁強，但係亦都因為有酒精嘅緣故咧，所以被稱之為 root beer 樹根啤酒嘅稱號啦。嗱，去到19世紀，美國有廠商計劃大規模生產 root beer，並且改良配方，將發酵過程完全刪除，因此呢一種飲品咧就再冇酒精成分喺入邊。咁只不過咧都仍然保留住 root beer 嘅稱號。去到而家啦噃，root beer 汽水基本上都係人造嘅味道，再冇用樹根樹皮嚟到釀製㗎啦。